各位乡亲，三个人继续向前行，前面的路起雾啊，看起来平平，其实看袂清楚。身边悄悄啊讲，这条路无啥物危险啦。个人嘛讲，一直行就对啦。只有目天心内一直惊醒。忽然身边一脚大坑，差一点啊滑落坑，好加载。个人赶紧把伊扭起来。草啊下面原来藏着一个陷阱。目天讲，真正可惊，不是看会到的陷阱，是真正看袂到的，藏伫人的心内。三个人放慢脚步。一步一步试探前面的路，目灯渐渐移倒。主啊，求你引带我的脚步。这摆三个人无顾忌，看到可疑的所在，互相提醒，互相扶持。各位乡亲，外面的陷阱，阁会看见；心内陷阱上危险。要知后来安怎？咱后回继续讲落去。